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，要安怎来改善掉台北市内湖的交通，将做市长选战的焦点。陈市长特别开记者会，提出伊对内湖交通的规划，严过去由台北市的副市长黄珊珊甲说明，讲伊所提出的这4项的内容，其中有3项，拢只要交通部来担头就会当做。 但是等到陈市长参选才发出来，这证明中央都是看政治色在做代志。蒋万安嘛批评陈市长野心真大，但是捌真少，都亲像是一只青色的水鸡，分鸡龟分甲是冻破鸡龟。 地过日啊，日头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市长亲身去乌特笋，今日一天大场面开记者会，讲伊对着内湖交通的解决的规划，现任的台北市长黄珊珊尾暗都伫面前甲呛声。 黄珊珊讲，陈市长的4项政策有3项主导权拢伫中央，若是计划可行，台北市政府一定会全力配合。等到陈市长参选才画出来，证明讲中央就是看色水咧做代志，色水若对，才要做。更加评论陈市长时四体不勤、三寸之舌，两公金句一事无成。我觉得市府现在有一点失败主义了，跟当年那个。 柯 P 那时候8年前竞选的豪气干云看起来好像都磨损光了哈。地方政府本来就是在发掘问题、找出问题，然后跟中央一起来合作解决问题。陈市长呛讲，国民党8年前的气势拢无去啊，是讲内科的交通问题有偌歹解决。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嘛伫批评。我想陈忠部长真的是他野心很大，但懂得真的很少。 就像一个绿色的青蛙在选举的时候不断的吹，结果吹太大，肚皮就破。其实看到昨天他好像提出很多改善政策，但事实上什么也没说，只有1、2、3、4这样的口号。伊讲陈市长干那话口号尔，佮回呛讲中央政府根本拢是看色水咧做代志。唯一很明确讲的，就是说只有他担任台北市长，绿营执政的中央政府才会跟他配合。我非常惊讶。 难道陈忠过去担任指挥官就是用这样的心态对待台北市吗？难怪当时不管是疫苗、快筛都不给台北市，所以造成台北市民的痛苦跟困扰。从进前陈市长做指挥官，台北市欠疫苗、欠快筛，提出来敢问，敢是中央大势望？年底台北市长的选战，伊咧拼发言权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